如果 Netflix 已經滿足唔到你，咁一年一度嘅 MIFF 你就千祈唔好錯過啦。每年舉行嘅 Melbourn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係南半球歷史最悠久，亦都係澳洲最大嘅電影節之一。除咗奧斯卡熱門、康城得獎作品，有好多電影都係澳洲首映，甚至係世界首映。如果唔知由邊一套開始，以下5套作品特別值得你留意。由匈牙利導演執導嘅《Hand》將成部電影都建立喺一隻雞嘅第一身視角之上，鏡頭幾乎都係全程貼近地面，觀眾跟住佢穿梭喺城市同埋鄉村之間，透過呢一隻雞嘅視角觀察偷渡、貧窮同埋人類社會。設定好似非常之荒誕，但係就好諷刺。另外仲有嚟自俄羅斯名導安德烈薩金瑟夫嘅《米洛圖》，導演一直以描寫社會同埋政治聞名，代表作包括《潛妖之蛇》等等。今次嘅故事設定就喺俄烏戰爭之後，透過一名富商諷刺極權政治同埋戰爭機器。電影更加拎咗今年康城影展評審團大獎。同樣備受關注嘅國際電影有 Josephine， 由 Channing Tatum 主演，講述一名8歲女仔目睹性暴力事件之後嘅心理創傷。雖然題材沉重，但唔少影評人都認為係今年最值得睇嘅電影之一。如果你想支持本地作品，可以睇下 The Airport Chaplain 呢一套澳洲新劇全球首映，由 Hugo Weaving 飾演機場牧師，每日幫助形形色色嘅旅客，溫暖又帶有點黑色幽默。最後，如果你仲想試下啲新嘢，今年 MIFF 仲有 VR 電影體驗，就係台灣作品《雲在2000米》。你唔係坐喺度睇電影，而係走入故事入面，沉醉式咁樣跟住主角探索台灣嘅山林同埋神話。無論你係想睇奧斯卡潛力之作，定係想探索藝術電影，今年8月6號至23號就唔好錯過 MIFF 啦。